来到安南区最热闹的商圈，远望这间拥有法式庭园风格的餐厅，就令人心旷神怡。走进屋内，搭配乡村复古风，更是一股放松的氛围。在地经营10年的餐厅，在因缘际会下，由林义成、郭立安这对夫妻接手，也就是第4代中药商和主厨的结合，运用在简餐，像这道药膳麻辣火锅，就是强调汉方中药材入菜的养生概念。加上12两的鲈鱼整尾直接上桌，感受诚意十足，也让区长亲自推荐。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所以说呢，把我中药的专长跟我太太的餐饮的专业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在我的顾客朋友享受美食的之余，还可以兼顾到说他们的健康。我们时常会去看到它的食材里面会充分的运用相关的中药哈。那我们在享用当中呢，就可以同时让我们的相关的身体能够获得相关的调理整个景观看出去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农庄的感觉，那可以令人心旷神怡，相当悠闲的用餐。区长特别推荐，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享用。另外，餐厅顺应高龄化，希望长辈外出用餐可以有容易咀嚼吞咽的料理，所以他们也配合卫生局朝向银发友善餐厅来设计餐点，相当贴心，适合银发族的口味的所以加适合全家人来吃啦，带长辈过来吃啦，其实很好吃啊。菜色好食啦，我食会下啦。哎呦，真的，这个我拢吃了。是我们就是跟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有合作，然后推出这个银发餐，就是就是用牙龈就可以很好的咀嚼就可以吃，然后不用怕会噎到还是咬不动。对，那小朋友也可以吃这样子。夫妻3年前接手经营后，虽然遭逢疫情，餐厅禁止内用，不过现在已经苦尽甘来。特别看他们用大女儿所画的 Smile 来当作餐厅的 logo， 就令人感受温馨幸福的用餐体验。我希望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待每位顾客的时候，就是说用一个微笑的心情，然后让客人来这边享用餐点的美味的之余，然后可以带一个愉悦的心情离开。年轻夫妻共同创业，还得兼顾幼儿，虽然辛苦，不过推陈出新的菜色和营造的幸福感，加上不断累积的好评价，正一步一步到吃甘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